有健康嘅身體去唱好歌，可以繼續喺樂壇嗰度發展。我都希望送呢個祝福俾以下呢位朋友。新歌嚟自洪卓立。你好嗎？3個字存在什麼的意思？還未落筆一刻根本不會知，難從如疏遠意，臨別釋出的誠意，明日或輕得彷彿一張信紙。聽不出後悔，天真相信失散定團聚。你與我經幾多交際，急速生活裏，下個歡送又是誰？洪卓立終於趕喺農曆新年之前派出佢嘅全新歌曲。作曲 Pam 填詞林若寧，編曲 Jim Ling， 監製舒文。歌曲名稱你好嗎？時和地轉個面，懷舊敗於新發展，離別定於初初相識的那天。船明笛鋪鐵路，延續分叉的路線，回頭大家找不出相交那點，再見講得多麼簡潔，聽不出後悔，天真相信失散定團聚。你與我於1000多歲，還曾想再會，難道你又能夠似舊時10歲？應該給予你祝福，將一絲眼淚滴進去，最刻骨銘心的過去，將追憶鋪滿你身軀。再見講得多麼簡潔，聽不出後悔，天真相信失散定團聚。你與我於1000多歲，還曾想再會，難道你又能夠似舊時10歲？3個字存在什麼的意思？浮沉在花花世界，終於會知這心意。自從佢病之後咧，健身佢都真係講呢3個字啊，你